創世記第9章，洪水審判之後，神賜給挪亞和他的兒子，對他們說：你們要生養眾多，遍滿了地，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，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。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，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，如同菜蔬一樣。唯獨肉帶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們不可吃。流你們血、害你們命的，無論是獸是人，我必討他的罪。凡是向各人的兄弟，也是如此。凡流血的人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們要生養眾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神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說：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，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飛鳥、畜生、走獸，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。我與你們立約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滅絕，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。神說：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。我把虹放在雲彩中，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。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，必有虹現在雲彩中，我便紀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動物所立的約，水就不再泛濫，陷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現在雲彩中，我看見，就要紀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。神對挪亞說：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了。出方舟挪亞的兒子就是閃、含、雅弗。含是迦南的父親，這是迦南的3個兒子，他們的後裔分散在各全地。挪亞作起農夫來，宰了一個葡萄園，他喝了園中的酒，便醉了，在膨脹裏赤着身子。挪亞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，就到外邊告訴他2個兄弟。於是閃和雅弗拿衣服蓋在肩上，倒退着進去，給父親蓋上。他們背着臉，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。挪亞醒了酒，知道小兒子向他所作的事，就說：迦南當受詛咒，必給他兄弟作奴僕的奴僕。又說：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讚頌的。願迦南作閃的奴僕，願神使雅弗擴張，使他住在閃的膨脹內，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。洪水之後，挪亞又活了350年。挪亞共活了950歲就死了。